身体这边也有火，那个火已经到我的身体了，我已经赶快跑，结果那个也没有丢准，那边火也起来了。所以说哈，这个地毯是没有用的。想说这棉被比较大，应该会比较可以盖得住，可是它瞬间呢也是一样又燃烧了。可是你想想看了，这棉被这么大，我这样盖住，然后下面它整个会燃烧出来。如果旁边再有易燃物的话，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。所以呢，棉被还是不行盖的。枕头可以说是阻隔辐射，完全一点效果都没有。甚至火还从我的下巴这边直接窜出来。若是我没有带着防护装备的话，我可能我的脸会直接遭受到烧灼伤。若是以一般民众来讲，他可能遭受到这辐射，可能就直接用丢的，那可能会造成那个油锅翻覆，然后造成更大的火灾。